大家好，我係地產哥哥。新嚟嘅朋友記得訂閱、留言、俾 like， 支持一下頻道，等我可以每日為你送上最新最快嘅香港地產新聞。今日係2026年3月12號，香港樓市氣氛持續升溫，感覺似乎真係旺到爆。無論一手定二手，都見到成交明顯加快，市場氣氛比去年底真係旺翻好多日。講翻一手市場，今個月真係可以話群盤割據，個個盤爭住搶客。好似尖沙咀嘅君悅，全盤得64伙，開售即日就1Q 清。代理話大手客佔咗80%以上，最大手成交仲要係一位買家掃晒2層，總共6伙，涉資大約3700萬。呢種勢頭喺現時市場真係少見。至於南港島區嗰邊，黃竹坑個熱度就冇停過。Deepwater South 由會德豐同港鐵合作發展，單日賣出8伙，套現超過3.8億，最高尺價衝上4.7萬蚊，算係叫價企得幾硬。隔離長實同港鐵出嘅 Blue Coast 都繼續熱賣，最新有4房單位以3712萬成交，另外2伙加埋賣咗8146萬。發展商見反應好，已經將4房招標意向價再調高多4%，明顯信心十足。One Stanley 嘅花園複式大宅最新以5387萬售出，再次印證咗頂級豪宅市場仍然有承接力。至於沙田雲向同油塘如意都即將同期開賣，合共推360伙，而現時2個盤合計暫收超過4500票，雲向單盤更超額5倍，可以話焦點十足。市場普遍預期3月份整體新盤成交將會急升，大約按月上升7%，推算全月約2400宗。留意翻呢，已經係連續幾個月破1000宗成交，足見市場由信心帶動住。講完新盤，再睇二手市場。其實受到新盤熱潮感染，二手交投氣氛都轉旺咗唔少，部分屋苑甚至出現零議價甚至追價入市嘅情況。當中天柱一期嘅天慈屋以2.16億成交，創出該期新高。元朗 Grand YOHO 4房以1850萬售出，創屋苑分層2年來新高。必嘉坊希匯特色戶1700萬易手，亦創項目紀錄新高。不過部分中價屋苑就未必咁好彩，例如粉嶺欣庭軒一個2房東南單位，業主持貨4年，終於蝕咗157萬，跌幅接近2成。另一方面，大圍星鑽有1房戶918萬轉手，據報係余君益家族成員放盤，帳面蝕1成。呢啲成交證明二手市場開始分化，優質盤仲有承接，但係部分高位入市嘅業主仍要調整心理價。整體樓市方面，內地買家依然係重要推手。摩根士丹利最新報告指出，內地買家喺2026年首2個月入市買咗約2600伙香港住宅，按年升幅有91%，成交金額達到282億，升幅更加驚人，有136%。背後原因主要有3個：第一，人民幣對港元升值咗接近6.9%；第二，租金回報吸引，形成公平過租現象；第三就係樓價復甦，加上設立效應，令資金流入更明顯。現階段睇香港樓市有幾個穩定支撐點。國際形勢雖然有中東局勢不穩等陰影，但係相對嚟講，香港作為區內金融中心，資金及人才持續流入。多間大行，包括摩根士丹利，都維持樂觀預期，估全年樓價升幅大約10%至15%。美聯集團、馬太陽都認為，設立冇幾耐，市場信心已經穩步回升，新盤領跑下，樓價全年升1成幾，問題唔大。不過，市場始終要留意外圍因素，例如全球油價波動、地緣政治風險以及息口走勢。如果冇突發衝擊，呢個勢頭短期內應該可以維持住，成交量有望繼續高位運行。講到最後，都要提一提商廈市場。德祥地產最近以4.1億出售灣仔250軒尼詩全幢商廈，持貨11年，帳面蝕近5成。反映出傳統寫字樓市場仍然要時間消化供應。至於陽光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就公布，截至2025年底全年業績整體表現平穩，寓意零售同寫字樓板塊正在慢慢企返穩。
總括嚟講，2026年開局3個月，樓市氣氛相當積極，一手旺，二手跟，豪宅企資金入，結構性復甦初步成形，市場用腳投票，信心正逐步回流。下個季度相信仍會係以穩大升為主旋律，但都要謹慎觀察國際局勢變化，香港樓市可能真係走緊出低谷，行返上升通道啊！